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日本时代刻盘，内底134句联叫做烟花12塔。咱今日对第5来甲听落去。刻盘内底4句联讲第5可怜烟花亭，佚佗同人着竞争，好歹人客着成冷，煞逢经端见来成。第6可怜烟花楼，好歹人客咱着交，混咱父庙无剩后，流落烟花恶出头。是啦，第5可怜是烟花店，佚佗同人着竞争。咱伫烟花，就要比人较水，就要比人较窈窕，安尼叫做竞争啦。过来讲好歹人客着成冷，啥物人来，咱拢爱甲应好，袂使甲提示，拢爱甲承受。煞逢经端见来成，经端就是经体，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癖相。红讲吼，迄啥物人来，伊就好叫做见来成。你甲听，看即个4句联，听着会艰苦阿袂？过来第6可怜烟花楼，混咱父庙无春后，春后就是春后部，即个春台语几落音，后讲存，后讲存，存一音，存就是尊存的存，第2音。过来父母无看重咱，无春后部，互咱安尼为着家庭散车，才着流落烟花恶出头。搁刷落去第7，甲讲可怜烟花房，火若开头就无芳。父母毋知囝轻重，叫囝一身对正人。第8可怜烟花景，一款人客无同情，咱来好礼来接应，要拍要骂真酷刑。烟花有影，火若开头就无芳。若讲年会有啊，啥物人要收留咱？啥物人要爱即款风尘的人呢？所以父母毋知囝轻重，就是毋知影女儿的价值，无重视咱，才会叫囝一身伫咧对正人，可怜。烟花的4句联对日本时代流传落来，搁讲念歌的杨秀卿、屈凤英拢捌念。我遮要搁甲你说明，流传到对南洋去。第1可怜落烟花，南洋变做第1可怜落莲花，落莲花变人名，毋是干那变歌尔，落尾搁变做一出真出名的电影，叫做12莲花，正。台语的4句联安尼伫咧流传，到新加坡、到马来西亚，即个歌拢有人咧唱。各种独家研究所发现，有影艺术的所在啦。